雨一直落，菜市算当是真济。以云林西螺果菜市场来看，昨菜市成交量只剩560吨哦，比一礼拜前是减少100吨。也个因为品质真歹哦，大卖价绝对1公斤45块，落到41块。落雨天了后，农民无用板汤时啊菜，不过因为雨连续落几啊天，菜品质争差真大，造成最近价销有落。前工啊，顶工偌济，怎啊偌济？因为51，这嘛剩42啊，昨剩42，就9块落啊。水菜有稍微低一点，但是也没有到很低啊，但是瓜果类都涨价。西螺果菜市场表示，中南部连续几啊天落大水雨，各地菜市的产区传出灾损。不过因为落雨了后，叶菜类采收的品质争差真大，经销商无啥要买，或整体菜价格有较落，目前菜价1公斤平均41块。叶菜类甲这个价销扭落来，落足大的雨。啊，浸咧雨啊，第一，伊叶菜类也能卡，它不会长得很挺直的，哦。啊，过来叶啊，有当会拍破的。土淡米都无杂晒啦。所以整个会延后。对，一定会延后的。西螺果菜市场讲，7月31日菜市到货量敢若剩560吨，比一礼拜前减100吨。其中叶菜类的价格有落，鸡仔类也是真贵。不过最近连续落雨，菜市的含水量悬，若搁出日菜可能会搁受损，后续敢会影响菜的价销，也搁要观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